来看行政议会今仔正式通过，对民国116年1月初一开始，要禁止用喷饲猪，嘛，互农民有一档的转型缓冲期。那选择直接转型改用饲料，会补助2倍饲料金，一只猪补助3600块。也毋过，桃园饲猪协会是表示讲，伊明仔载会开会讨论，拍算要号召全台湾用喷的饲猪户拒绝再喷。台中5车市市场无落实主喷，后果来出现非洲地这第一例，禁台禁喷15天损失未细。为保这项项，行政院测试正式决定，要全面禁止喷饲猪，分阶段先禁加回喷，明年开始开放自家喷。啊，毋过今年用到2016年底到2017年，喷正式退场。朱院长请环境部以及农业部协助地方政府，透过严谨的管控机制，还有科技的工具，确保转型期间使用事业厨余等要符合规范。而厨余养猪要落实蒸煮规定，杜绝猪瘟病毒的威胁。为鼓励喷饲猪户改用饲料，每只猪会补助3600，不过申请期限到年底，超过期含补助减半，降价100。台中市喷饲猪协会表示，已经有3到4成农民无奈决定改用饲料，这被规工提心吊胆。你不管你怎么配合政府，你可能不到1年，我3600可以先入袋为安啊，不用每天担心政策怎么变化啊。不过喷饲猪户心内也是希望应推动喷集中催助中心。不过专家指出，照目前发展这条路也真困难，因为无法度达到规格化，甚至环境表示影响成分。困难重重啊，因为你来源原料没办法统一啊，可能说饲料规格化啊，饲料一定要有规格化嘛。喷饲猪户上届桃园协会不办正式，农务参详就决定，会号召北中南喷饲猪户初5下晡开会，决定是不是用全国联合救灾喷来回应政府。真的是环保尖兵给它处理掉，你知道吗？要和全省瘫痪在赛啊！全部拢不爱看你啊，不爱再喷啊，全部拢不要清湖处理啊。环境部统计甲户甲事业喷每日差不多1314栋，不过喷饲猪户高算有2000栋。过去因免费处理，即马正式登记，未来永有期餐厅团餐加工厂会增加处理成本，转予消费者。迄些是过去偏调，因认为这拢是社会爱看到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